后来，即摆全世界拢咧抢新冠病毒的疫苗，台湾嘛有先技抢摕到疫苗的代理权，上紧明年的第一季都有1000万剂疫苗来交货。但是，到底都爱偌济人注疫苗，才会当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呢？国内医师讲，至少都爱60%的人。若是以台湾2300万的人口来计算，至少爱有1400万人注到新冠病毒的疫苗，才会当达到集体免疫。无用医护人员伫新冠病毒防疫是贡献上大嘛上危险，高风险的因嘛变成新冠疫苗头一批列入注射的对象。因为若是要完全阻断病毒的传播链，就需要向群体免疫来拍拼，也就是讲，愈一人注到预防下，就愈可能阻挡病毒。传染动力学的观念就是这个房间10个人，不一定要每个人都有抗体才能阻断这个防止传播。只要这个病毒传进这个房间的时候，这个10个人里面有6、7个人有抗体，其实这传播很容易就断掉了。以目前分析的资料来看，一个新冠病毒的确诊者，会使将这个病毒喂予2个人到3个人，估计一个群体至少要有60%的人有抗体，才有达到群体免疫。家庭讲这个疫苗100%有效。以台湾来算，2300万人至少要有1400万人注过新型冠状病毒疫苗，安尼较有效。不是60%人打疫苗，是要打完疫苗有抗体，所以这个疫苗的有效性还要再打个折扣。因为疫苗不是100%有效的，尤其疫苗打在老人家，可能效果就比较差。总共一句，敢法度达到群体免疫疫苗的好歹，这是关键的因素。是讲医生嘛提醒讲，落实防疫措施，嘛对群体免疫有真大的帮助。也就是讲，这疫苗要无度提供予多数的人进前，甲接受手的挂嘴安，依然是上有效的保护方式。